Zimon leje kongkongsa,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, nga lo de yi. 俺你做也，罗主座，罗赞呢？罗记这个举切感情型了，人家参加叔叔了，有种高兴他出动，罗萨东松咱们月。罗主错，俺子写的个罗公节呢，别人个努点做了，罗用谢谢。北京这绿泥罗萨，你瞧，北京的春节夏。元宵上市，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。正月15，处处张灯结彩，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儿，红火而美丽。有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，各形各色，有的一律是玻璃的，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，有的都是纱灯，有的通通彩绘，全部《红楼梦》或《水浒传》故事，这在当年也是一种广告。灯一旋起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。晚上灯中点上烛，观者就更多。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，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，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。家中也有灯，走马灯、宫灯，各形各色的纸灯，还有纱灯，里面有小铃儿，到时候就叮叮的响。这一天大家还必须吃元宵啊，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。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，春节在正月19结束了。日共从这些个罗萨家托拉萨巴希的列业了，大瓦东北795年，嘎萨嘎拉罗嘎村到西里，长松用电木写把东扎瓦，满东东日的个看的，沿着前位从空泥巴到给，南巴他出去路，家朝的给人了。印度拿出电线，俺的现在工业人了，俺的亚拉件将军人了，俺的现在工业看到也，俺的传统拿出去，托空马布木浪东，全国当家车家南巴人们真的，俺的的南巴的用，大家交通起来这些工业搞完的种，没事应用从工的从业，电木打出了，财目工业农个拉转转把你种，电木啊电为么？西巴岛给后巴南巴拿出女的东营业啦，传送的节目在咱们这看到给讲，容个钱呢，这给巴拉肉业，请东工业到业啦，没得工业东破中个工业，后边随便南巴拿出去工业，大多三人工业业吧。工业的弄的这不也比实照应的，年的没聪明一把的人工啥个啦，年的呢？我呢捉弄点比你莫一点，没得把咱己越在居住了呢，到我东北这个年罗山居住吧的。个人的拉的差节，俺子他年沙巴开些用大这些。娴熟，胸部，张灯结彩，路嘎穿到，元宵上市。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，正月15，处处张灯结彩，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儿，红火而美丽。日共从这些个罗萨家托拉萨巴希的列业了，到我东北792年，嘎萨嘎拉路嘎村到西里，传送用了电木写把东扎。满东东日的个看的，但俺子念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，他念这些。词语解释：娴熟，娴熟就是指老练、狡诈、薄实、熟练或灵活的状态。胸部一般呢，胸切比的。张灯结彩，张灯结彩就是指挂上灯笼，系上彩绸，形容节日或有喜庆事情的景象。路嘎穿到一般呢，工业嘎进地定了，规称南亚多年，嘎定了容易南巴了些。
写的什么？语言文化小贴士。1000多年来，我们的先辈已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息繁衍，在他们长期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，逐渐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种风俗习惯。比如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在过年时与汉族人一样，也要贴对联，但那对联是红纸剪成的各种图案，不仅书写方式不同，连贴的方式也别具一格。除夕之夜，全家老小每人拿着自制的春联，合唱立脚点、祝年歌，依序在院里院外、菜地果园和田边地角为万物张贴。俺亲娘的，他念沙巴地错下用这些。娴熟，熊抱，张灯结彩，鹿嘎穿搭，元宵上市，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。正月15，处处张灯结彩，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儿，红火而美丽。日共村镇写个罗萨节托拉沙巴希的来也了。到了东北七9年，嘎萨嘎啦鹿嘎穿搭些呢。唱诵用了电幕写把动作，慢动动自己个看的。老朱错，前期电影个弄得充满写一选，但俺去举行了啊。五个加一诺，胸部是被他人的工人。C 娴熟，连地说，年真的接触不错，但俺今年的电影个乱菜弄的用下经典啊。元宵上市，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。正月15，处处张灯结彩，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，红火而美丽。有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，各形各色，有的一律是玻璃的，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，有的都是沙灯，有的通通彩绘全部《红楼梦》或《水浒传》故事。这在当年也是一种广告。灯一旋起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。晚上灯中点上烛，观者就更多。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，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，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。家中也有灯，走马灯、宫灯，各形各色的纸灯，还有沙灯，里面有小铃，到时候就叮叮的响。这一天大家还必须吃元宵呀。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，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，春节在正月19结束了。老朱错，电影个录着唱的人就这，大充满节目起，节目。